香港每日樓市點評：2026年4月27日，上月香港新盤銷售達至2480伙的18個月新高水平，快將過去的4月份，新盤市場依然熾熱。截至昨日為止，本月新盤銷售已超越2000伙，逼近上月水平，更有力挑戰上月新高。未來4日，發展商繼續提速銷售，其中新世界大圍、柏傲莊3期及恆地、希慎及帝國紅磡首案已定於本週4月30日再戰，同日展開新一輪銷售。柏傲莊 III 過去週6次輪以價單發售75伙，全數單位估稱合共套現逾7.9億，最高成交尺價27368，連同招標發售的3房、4房大宅，短8個銷售日售出270伙，套現逾44億。發展商隨即更新45伙單位價單，包括7伙1房及300伙2房單位，涉實尺價為25671至30200。另外，紅磡首案1期首輪218伙全數沽清後，發展商部署次輪發售120伙，當中包括2房及3房單位，售價由684.5萬至1399.85萬元，涉實尺價19121元起。以上，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